来继续来看今仔日的台北股市气势真好，开盘就大起超过170点，早盘一度来到14306点，创下着盘中新高的纪录。这个台积电、联电甲鸿海强滚，嘛带动大盘的指数来涨悬。虽然讲随后获利了结，卖压大量来出现，指数的起伏嘛来收缩。也毋过今仔日的台北股市上尾也是起124点。以14256点来收盘。啊，讲今年台股的市值增加到6.63条，算咧，每一个股民平均是赚33万。台股王讲万事如意，气势如虹，开盘就起107点，早盘要到14306.87点，创下台股盘中的新高点。因为后来出现卖压了后，就无起遐济啊。有可能到15吗？哦，应该有可能哦。今年才几个月，将来是会有的。个是有起有落，利多不断的台积电盘中大起12块，来到515块的新高点。联电同款嘛起价捌超过8%，到上关点的51块6。鸿海嘛起真济，逼近5%，是讲金融股包括大新金、玉山金普遍拢无好。PA 族群啊，还有一些其他的像矽晶圆这些族群呢，那几乎呢都是全面出现一个开高走低的一个走势。那拖累了呢，像是记忆体，像是面板股呢，在量价都出现剧烈的波动的时候，那我觉得投资朋友在操作上可能要稍微谨慎一些。依照统计，台股2020年起17.79%，上市公司市值嘛增加6条，平均每一个投资人赚33万。虽然讲各方的行情袂歹，未来经济成长嘛未看好，不过要安怎投资，恐惊嘛是爱三思而后行。